4天洗脚洗1万，1天3700多一个人，就想花钱买别人陪我嘛，特别孤独。唉，不知道，就觉得金钱很恶心，但是我又爱这个东西，因为感动每个人的方式都需要钱嘛。你觉得我是不是个笑话？我觉得李哈，你是不是个笑话，其实不重要。而重要，你觉得你是什么？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是什么。那我们都可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一波人，那我们对父母这种在童年的关爱是最缺乏的，所以我们很看重的是一个友情。你没有谁陪伴你，是这帮朋友在陪伴你。但是我心里很矛盾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难受，是因为你要去了解这个世界。